后来乡亲啊，台中的景点彩虹冠村，本地游客真多。不过彩虹阿公过身，文创团队阁来踢出着彩虹冠村，游客讲，即摆的彩虹村拢走味了。 台中彩虹冠村伫彩虹阿公黄永福过身后，依然有真侪观光客专工去参观。是讲即摆彩虹冠村，敢若村外口一面是伊的原画中，内底壁和旁部嵌过面顶画是其他风格图，甲黄老先生的风格是完全无共款。为什么要专程来看这个？就听说有纪念性，有一点差距蛮大的，风格完全不一样。 倒边是本来彩虹阿公画作，属于呢囡仔时代缤纷的色彩创作，后来看起来是漫画动漫的角色，甲本来创作风格袂合。冠村的门口更加互人直接写真大字的“彩虹村”几字，真侪专工去参观的游客看到安尼，感觉真无彩。你觉得有一点可惜，可惜哈？因为真的风格差蛮多。 2022年，市政府大公告以木造壁面保护歹去的壁，并且转型为市民的共创区，由市民发挥创意，结合台中在地特色作品，是讲开放创作，敢需要符合审核条件。涂骹写这大字的彩虹村，又是什么人写的？彩虹冠村伫开放创作了后，已经失去本来风格。 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